昨暝是平安夜，屏东有159年历史的万金圣母圣殿，每一年拢有报佳音甲迎圣婴的游行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人潮无像往年遐尼啊多，也毋过也是来大约8000人次。而这个圣母殿的四周边嘛有摇旗啊，闹热滚滚。不过也是有大约2成的民众无挂喙罨，而且是哪行哪食，经过看到了后，拢有改善。 有8万年的万金圣母殿迎圣婴游行，但年平安夜拢有重要的活动。今年报佳音的人全部拢挂喙罨，虽然有淡薄翕，不过防疫真重要。第一次戴口罩发生。对，今年是第一次。高档的路口有彩色的电火球啊，是的，向游客翕相留纪念。 有159年历史的万金圣母圣殿，伫咧平安夜即天真闹热，人上济时阵有8000多人，边有真侪摊伫咧卖小的点心，就亲像夜市共款。为了防疫，香港所含卫生所人员打宣导单，沿路提醒大家。公所讲，嘛是有超2成的民众无挂喙罨，哪行哪食，经过考考才挂喙罨。 然后也请摊商提醒我们的来访的游客，一定要佩戴口罩跟保持安全距离。屏东公园的耶诞节啊，嘛真有外国的气氛，赶快上真侪人来遮佚佗。官府防疫唔敢放风，要求大家拢爱挂喙罨。伫咧高雄的饭店嘛闹热气气庆祝耶诞，甲特色的三轮车含旗啊刷起路口，就是要让人客放心过耶诞节。